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士师记第2章16节到23节，启示录16章第8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贼仔来啊！当咱讲到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了后，伫约书亚甲才会知影上帝带领因出埃及救恩的长老拢死了后，因就袂记即上帝的作为，并且开始敬拜当地的偶像。因的行为得罪上帝，互上帝来大受气，这是咱昨所谈的主题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士师记第2章16节到23节，上帝兴起士师的工作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是犹原心刚硬，因完全无插士师的带领。圣经安尼讲，上帝兴起士师，士师就该救人民脱离抢夺因的人的手。毋过因拢无听叹因的士师，竟然违背上主，去对别个神明甲因跪拜。因的列祖顺叹上主的命令所行的路，因真紧偏离，无按照安尼行。上主特别为着因兴起士师，伊拢甲士师同在。伫士师要活地的时，上主救人民脱离对敌的手，因受压制，哀嚎吐气的时，上主就怜悯因。士师死了后，因就搁活倒转去做歹，比因的列祖搁较严重。因对别个神明甲因服侍跪拜，硬心毋放下所做的歹甲败坏的行为，上主就对以色列受气讲：这个子民违背我的命令，因的列祖应该受的约，毋听叹我的话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，留落来外族人，我连一族也拢无要甲因赶走。所以用这的外族人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亲像因的列祖遵行上主的道路啊无。所以上主留这的族无将因交互约书亚，嘛无伫约书亚死了后真紧就甲因赶走。因为安尼，上帝要将本来住伫迦南地的人民赶出这块土地。上帝透过这原生住伫迦南地的民族，正做教示，考验以色列人民的方式，考验因是毋是愿意甲因的列祖同款，遵行上帝的道路。亲像哈马斯同款，因对以色列的攻击就亲像贼仔一样。贼仔来啊！照理讲，贼仔来大多数的人拢毋知影，也因为安尼，因才被称作贼仔。如果主人知的时阵，真有可能就会变做成做这个强盗，
当主人发现田仔无愿意离开，或者是袂当离开的时阵，真有可能就变做饕餮，变做这个抢劫。我有一位朋友住伫彰化，厝内经济袂歹，伫市区有一栋大楼，也有别庄。有一天沿暗，伊的爸母也拢困伫这个别庄遐。忽然间就听到人咧哭咧大声喊救人哦！原来是因为田仔来啊！这个田仔摕到物件了后，准备要走的时阵，就无法度行出迄栋别庄的门，因为呢有两只足大只的狗仔叫做纽波利顿，就守咧门，入咧门外口一只。互这两个地满满准备要走的贼仔毋敢震动。时间过真久了后，就大声喊救人哦！因毋望主人来救因，脱离迄两只嘴啊开的大狗。当然，这两个人最后是去互警察甲救走。这个厝呢的主人并毋知影厝呢已经互田仔来啊，但是厝呢迄两只大只的恶狗，因根本都拢毋知。这个田仔就变成做安尼来去真自然的人。耶稣捌对伫迄个末后的日子。伊伫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安尼讲，伊讲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那定。因为人子的来临嘛，会亲像哪爱死的情景。大水来以前，到哪阿进入大船迄日，人照常啉食过川，因糊里糊涂拢毋知。大水忽然来，甲因拢冲走。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。迄时有两个人伫园里。一个受接济，一个放地。两个妇人人伫下无经底下石磨，一个受接济，一个放地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。恁着知，即家的主人若知暗时几点贼会来。一定会警醒，袂互贼仔乌壁空来入厝内。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要到的时阵来临。主过来的日子，就会亲像贼仔破门入来。如果咱无准备好的时阵，就袂话来接待。约翰的启示录也延续着耶稣基督对伫末日，对伫伊要过来提出同款迄种贼仔要来的概念。伫启示录16章第8节到21节，安尼甲咱讲，第四个天使将伊的碗摒伫日头，日头就亲像着全用炎火烧人，人互大炎火烧着，就写到有权掌权者会知的上帝的名，因要久无悔改，无用光归乎上帝。第五个天使将迄个碗摒伫迄只手的座位，
受的王国就变成做黑暗。人因为痛苦加止，佮因为痛苦甲毒疮下毒天顶的上帝，因犹久无悔改来改变因的所做。第六个天使将迄个碗摒落幼发拉底河，河水就干去。为着对东方来迄个君王准备一条路，我阁看见有三个无清气的神，亲像残甲仔，对恶龙的喙、兽的喙、甲假先知的喙出来。这是会惊奇热的恶魔的神，因出去调集普天下的君王。伫全能的上帝所定着迄个大日子出来交战，着注意，我会亲像灿来，迄个青青衫穿便便的人真有福气，伊时到毋免脱体来行，才免互人看到伊赤身裸体的见象。遐个恶魔的神就组织普天下的君王伫一个所在，迄边的话叫做哈马杜尼顿。第七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空中，就大个声对圣殿宝座出来讲：完成啊！迄是有死呐！雷声、响声甲大地动，地上有人类以来毋捌遮尼大的地动。迄个大城巴比伦就二做三地，列国的城市嘛倒坏。上帝会记得大巴比伦的城，互伊啉即个杯伫上帝极大受气的水。所有的海岛拢走无去，山嘛无阁看见。然后对天顶有落大炮来点人，逐地重差不多50公斤。人为着这个炮会知会亵渎上帝，因为这个灾难非常严重，所以咱就爱警醒。来等待上帝尾后的审判，咱才会通去见到上帝的恩典。诗篇123篇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举目往你看，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？女婢的目睭怎样仰望女主人的手？我的目睭嘛，安尼仰望上主，我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永远。上主啊，临永远，临永远，因为阮互人看紧到忍受袂了，阮已经无法度忍受自阮的人的冷笑，无法度忍受自个的人的藐视。感谢上帝赏赐奇妙的作为。预这进步出人意料之外，医生已经宣布伊过2天就会当出院倒转来厝里。感谢主亲自保守看顾，显明主爱甲怜悯，赏赐医治的恩典，继续为着预这祈祷，互伊的头壳骨会赶紧尽早来扛倒转去，并快快的复原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